来看屏东的阿朗伊古道有真丰富的生态，毋过最近因为坡路去黄毛土的动土标，有生态专家就抗议讲已经破坏到落进的生活环境咯。立委陈椒华嘛开记者会，要求相关的单位应该爱重视这个问题，唔通去影响到生态。 这条去伫屏东阿朗伊古道入口的红毛土道路，总共有1公里长，75公分悬，原底只是石仔路尔。不过最近却传出因为居民反映出入无方便，原民会甲牡丹乡乡公所决定要重新铺路起动土壁。生态专家抗议，绿溪的生活环境已经受到迫害。本路现在要去海边降海试幼迁徙的时候，它是一个阻碍。那路线妈妈试幼完毕要回到陆地上的时候。 这个也会是一个阻碍。当小螃蟹要回到这个就是森林里面、海岸林底下去栖息的时候，好，那这个挡土墙可能就是会让他们没办法攀爬。那小螃蟹体型又很小，所以在没办法攀爬的情况下，它可能很快就会干死在这个道路上面。学者讲，若准铺路必须爱做，上无爱将冻土壁拆掉，也是至少每2-3公尺就留一个空棚，互绿溪会当来回海墘啊、甲树林。针对学者的诉求，原民会回应，目前有参乡公所去现场会勘，已经决定暂时停工，会参考专家的意见来规划改善工程。来研议这个改善措施，来审慎处理这个生态检核的这个事宜哈。那所以另外本会也已经正式的这个函文要求屏东县政府来督导牡丹乡公所这件工程来办理停工。那目前已经停工中了哈。 那要审慎的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核和这个工程管理的这个工作。立委陈椒华提出检讨，要求负责的单位应该加强生态的评估，政府部门嘛应该建立公民参与的机制，加强保育意识。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